巴黎奥运7月份就要开始啊！国际奥会即马已经宣布，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中立运动员袂使参加开幕仪式的入场游行。总共若是有摕到奖牌，一块奖牌嘛无法度算入去任何国家的排名内底。根据了解，目前会当参赛的有参赛资格的俄罗斯中立运动员，敢若36个尔，这是顶一届的1/10。2024巴黎奥运都要伫7月26登场，国际奥会进前已经允准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甲提供俄罗斯军事协助的白俄罗斯两国的中立运动员会当参加奥运竞赛。19个进一步表示，俄国甲白俄运动员袂当参加开幕仪式。AINs will not participate in the parade of delegations teams during the opening ceremony, since they are individual athletes. But an opportunity will be provided to them to experience the event. 这摆夏季奥运开幕式会伫巴黎塞纳河举行，各国代表队会坐船入场，有计吸引30万观众伫豪华殿欢迎。国际奥会强调，俄白两国运动员若要以当地身份参加，要由国际奥会组成的3人小组进行2阶段严格审查，确认运动员毋捌支持俄国侵乌，也是甲俄国军事单位有所联系。目前估计有36名俄罗斯甲22名白俄罗斯运动员会当参加比赛，比顶届东京奥运俄罗斯运动员的人数只剩1/10。就算因会当顺利赢得比赛，受奖仪式也要遵照特别规定。另外，敢是会当参加奥运闭幕仪式，也有待执委会讨论。The anthem has no lyrics and has been produced solely for the purpose of the AIN in Paris. The IOC-EB also agreed the medals won by the AIN would not be displayed on any NOC medal table. 另外一方面，乌克兰前线战术强力，19伫乌克兰首都基辅一顿暴动，333攻占乌东阿夫迪夫卡地区以来，高向西远大4公里。公司新闻纽约编译。